李九年重新建立建到嘅环保行业，世界各地为咗挑火李九韩国生态出现迁都嘅计划。在建筑韩国条规显示之间，6月中年而第二行去世界各地探索全世界最强嘅生态小屋。也到特别自然嘅生态世界，留一啲美丽嘅自然环境，下来人下来了为清楚汉下环保、真实到敏捷嘅体验。不管係在沙漠、山崖，就係海中，來到民宿，佢屬於有遷就生態之中嘅設計，甚至比較到大型嘅公天、漢下嘅河，呢下係插花老理由而加入環保概念嘅時代，歡迎來到綠色主義之地。今日你愛去葡萄牙，去該片最正嘅海灘，拜訪嘅係片台世界韓國生態理念嘅理念。唔過偷偷愛去北歐嘅蘇格蘭，看了富人家用辦並下區域嘅生法，來建立100%環保招待所。前當然夢想而離開都市生活，搬到莊下去。一朝騙然，先知道世界冇聯絡嘅為所。不過其實真見同一個人食材當少。為到面對了大膽嘅挑戰，年輕老開鐵決定而離開英國嘅總部，駛去蘇格蘭西北偏嘅斯凱島，希望做得建立友善環境嘅現代出策。而在歌唱從一開始就當升起。我哋提出擺攞到20隻島，花前長一段時間來實踐，然後要到重要東西融入環境，也確實係一份責任。佢哋非常嘅重視呢隻導航認識綠色嘅景觀，對非視範圍嘅海灣瞬間登記替代係一件事務。是偷偷用作度假嘅屋沙，呢下變做係規劃人住繞大嘅會所。是退休嘅農民改片買下手權嘅地，佢哋開始建立第二間漢下台，唔過強融友善環境嘅屋沙。佢哋找貴姐票出來提議建屋，為了向計劃提供資金。呢下本人列為係英國最正嘅度假票屋，加上樣板的古老嘅會所進行建設，唔會重新破壞。樣板應建立友善嘅生態出策。同時，也係做得為之使用單純建材嘅現代建築，考慮到呢度議題，理工嘅主任來請艾倫來協助。艾倫係當地嘅建築師，佢環保意識建築嘅設計前就名。我哋希望建築做得有效運作，冇需要強度嘅黏人，也係非常簡單嘅生態觀點。我哋也愛用非常省強嘅方式來進行建設。樣板愛實現希望，重點係重點提區啊！我嘅意思係，我哋嘅樣板政府，兩隻國家嘅建築成本，也是才定影響哦。一開始唔係咁樣，本單係度假用嘅屋個，但成日一睇，我都要做起嘅會，唔過，我哋提前辦屋咧。我想我哋認為收條嘅資金冇多。我哋喺《中日時報》看到兩篇嘅文章，冇錯嘅屋佢嘅成本非常嘅便宜。我哋係一間森林工作室，也係一間非常響應嘅建築。佢人做到當好，當受暖，唔會濕，係非常嘅舒適。我哋認為蘇格蘭嘅大成本建築工法當神奇，不過唔啲要發圖實行麼？喺拄好嘅機會之下，我哋拄到做嘅鄉村設計嘅愛論，這係我是大個嘅會所，我唔是談過幾多嘅事情。你愛論非常嘅靈通，
佢看到开拓韩国爱上爱取到非常现代嘅东西，我认为佢老俩看做一个机会，做到某种样嘅事情。我嘛都去想嘅係，我都做得到了為做天竺鼠咧，一切都結束，我都讓了解，我做得到了到人做一些手機嘅設計，不過佢從頭講嘅係，你係一種信任。所有設計當從事表達，而你生活嘅年代，但係大部分建築。想來表現古老嘅外觀，也真有意思。而你有新嘅材料、新茶，有潤素材料嘅態度，所以而你天天想來表現21世紀嘅建築。而你唔單止想來做現代建築，咪想來做內容嘅建築，外觀當正。唔過唔要，也係真實嘅。有啲猥瑣，有啲方面係非常之難看，全冇用心。韓國，我希望自家嘅建築融入其中，在開放嘅環境之下，提供暖氣嘅本錢當重。所以就像試下，在生理和解下，盡量少用能源，就做得過度當自然。還有，也對地球嘅容續性、房屋嘅容續性、老屋主非常有幫助。答案偏然嘅為所希望，呢個嘅主人自然動態，因為外來事件環境韓國外在嘅因素，事物嘅結構、建材、韓國容色嘅方面，建築師係用當接近嘅手法。也係介字，建築形式非常簡單，也為北風擋強，所以建築物要看準風向，減少向海嘅面積。嗰隻表皮係玻璃做嘅，咁樣做得看到風景。我哋提日擺來到呢位，秋地房屋應該去到呢位。你看，透過呢座山谷，看向海浪。做得看到冉冉嘅座白色嘅燈塔，你係從呢間屋看出去最正嘅素材。我哋開始構思呢隻地點，享受呢隻地點帶來嘅樂趣。老房屋以下過熟了，才能就做得欣賞風景。呢風景實在係正到不人唔盼得離開哦。長要到切活。老花嘅色做天係黃嘅，因為看到鬼天內都係黃藍藍嘅顏色，非常正嘅金木色、老黃色。你阿郎愛嘅樂趣係強朗嘅，用可比擬嘅作品，馬賽工藝來做理由，看佢發讓台成木嘅方式，所以你係對佢作品嘅建議。因為外形當場介一大嘅猥瑣，落去按命嘅按做介字，嗰老機改做係民營嘅細胞，每年都標本當下太自然嘅土感因時，呢度好下來自威尼斯嘅兩個遊客類似韓國書，因為兩沙都當米連友善嘅生態出色。我哋2年前是可啟動注意4開刀，我哋成為專類。所以我哋簽約建設屋嘅，一個自然播下列出4開刀業態最佳設屋，呢件係其中之一。青島現代出色，我哋喺明路檔看了幾件舊式出色，呢件本評為4開刀最好嘅出色之一。我係上市規劃師，我學現代出色呢當站。我提日擺停下來看講出，就像看到一隻動態嘅天使片嘅胖兒。唔過我有看過相片，第幾個地位都當現代，我哋有入門嘅時間呢，我心感到就想哇，
俩当啥呢？真紧当体片，天时当然唔好啊。不过拄俩哦，吃到当自然当烧暖，俩系自然嘅上任当好汤，看到环境如按突然间嘅变化啊，希望安样嘅事情哦，为啥呢？来到俩位，韩国未关心俩位环境保护嘅问题啊。对我来讲，我知道俩系一件当好嘅事情啦。这件社屋有70平方米，是得3休当国，为了减少对环境嘅冲击，也爱上下成本，本能源嘅效率最大化。爱伦嘅公司使用强化工业材料，社屋嘅草向和个开口也经过深深嘅考虑，充分利用做得到嘅热照。空间社、充满社、空间台、充满台，大量热能透过南面嘅充满进入屋度。二是头俩做得本俩只空间新稳，我哋唔靠天力，其他能源是单强用太阳能，俩就是太阳能最大最好嘅位所。而你不应该做太多人为嘅设计，我认为达动建筑都应该善用环境，所以无论乜嘅建筑，你都找得到嘅位所，建筑财建都当重要。关于呢只计划，刚开始我哋系完全唔理解，但是来到呢位，我踏上呢部分嘅景观，我哋朝地咧，朝地呢间房屋嘅重點，會分3隻階段來處理。前生設計呢間房屋係老地面上連嘅輪橋出漆，未係從地面貼過起來嘅土架出漆。只有在設計之後，我將了解一道事情，也因為用心將了解呢兩道無窮技能嘅出漆。愛倫採用強壯簡單有效嘅生態建築方案，用當地嘅樹頭作為架構，全面嘅強化填土，甚至地表、太充滿，做得適合享受美景，進一步嘅強調室內老室外嘅連關係。受到當地典型老農社嘅啟發，佢重新構想呢道鄉村建築，作為溫暖有效下嘅生活空間。因為沒有種特殊嘅原因成立了這個建築，因為佢哋非常嘅內容當好來維護，所以呢種嘅材料當好用起來當神奇，我希望我看起來當正。無高端嘅能源科技，如果少計係樹頭，共日本250平方米陽台嘅無色屋沙，每年都有燒水。也更加空間生態，一部分係坐下，一部分係躺下，壁爐係主要嘅焦點，冷天時燒暖嘅來源。呢就係我哋設計做得本我變到燒暖嘅東西，因為我嘅工業做到當好，嘅效果真是當好。啲壁爐後背有一台細型嘅鍋爐。水流入乾嘅地圖，我哋做啲點火，撈家庭嘅用水，撈佢加熱，做比燒。佢有一擺當有效率來運作，尤其係啲冷天時，都需要經過高度嘅工業處理，佢做得有效率度熱。也係鑊度主要嘅溫量之一，也係工廠嘅木料。撈大量嘅細型嘅木材碎片搭做下來做先，差唔多7公尺安長，主要基礎呢一部分嘅活動，而且非常嘅簡單，唔是用鋼材，全部用木材，佢嘅結構也係全部用木材嘅，完全冇用到工料。所有嘅窗門是用3000嘅玻璃，熱穿到嘅係樹下底，因為我哋規則空間就像窗門咁樣，是用3000嘅玻璃盡量來降低熱穿到係樹，
一點係非常重要嘅。我睇呢件屋，特增嘅開銷差唔多45英鎊，包含燃料和個電工，呢係非常嘅便宜。我當後去我輩海參釣魚，我當中意呢位嘅天氣，可能天氣嘅變化，呢一切非常特別。我想呢改變我，投入調教行業環境，本應許多很下融入呢健康感，做得啲時季嘅變化。你看了開始，現在帶新本的演示材料，或係貼件注意手法。呢位嘅表係用水耐針、大來分煙圖、天向纖維板、混合工業材料去做嘅，呢都做得本人呢唔會散脫。我哋老外論打錯提出建屋，佢抗驗我哋，因為佢想我看一下，做得老設計嘅理念做到乜嘅程度。我想唔出來，佢會提出樣板計劃，一直到然後接受採用呢隻，通常係前版。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乜嘅就做得特強下，幫助老師以後看唔到老師空啊，佢嘅製創非常嘅強，也非常嘅便宜，有料想唔到嘅堅韌，當手難。孭起來當順也係難成嚟嘅。你頭髮做呢個時節係當正嘅，看起來當聲音。呢條槍差唔多判32公分，啲天棚嘅位數係45公分嘅工業建材，地板係25公分當密嘅氣泡工業材料，所以貴價建築嘅外層佢嘅工業和個氣密嘅效果，佢做到非常嘅好。另外，對流空調做得減少室內嘅空氣，排放到戶外嘅廢氣做得再生能源，帶來綠嘅成本。所有嘅建房都有一個出口，帶走冇新鮮嘅空氣；有一個入口，做得帶入新鮮嘅空氣。喺當日正常使用之下，持續就跳到帶點，效能清掃。睇咗老一隻45瓦嘅天火強讓，效能清掃。從德國、挪威、瑞典、丹麥，佢哋全部有呢種嘅系統。不過呢項獲得嘅內建系統，喺英國並冇常見。為到本屋慳下嘅環保容量，而且設計造勢嘅偏數。一個係唔是有嘅系統，就係愛省下來最大嘅水量。我哋決定咧，不過我唔記得係乜嘅原因，一部分係因為生態，一部分係因為硬件。我哋決定使用造勢嘅代配酸寬。我想大部分嘅偏數，一下可能會沖睇5到7公升嘅水，就算人兒是從10倍，人兒也會用睇差唔多50到70公升嘅水，所以人兒樣算下來，我哋就會用睇當大量嘅水。我哋啲對配器，我哋攞所有嘅紙。韓國倆固體嘅垃圾用啲倆位，加上瓦杆，韓國植物性嘅物質，留佢哋攪做下，咁樣撿起來18張嘢，然後就會變成適合來種菜嘅配料。所有嘅平原體屍體咧，所以倆係安全嘅。呢個嘅主因結天愛大能了解成因呢，搬到呢一隻島，他也來了搬到嘅拉斯哥，成日冇有體力而來實踐呢隻新嘅生活方式。我哋提議擺辦離開都市嘅生活，也係一種動態嘅改變。不過我哋提議擺搬過來，到了我就。肉馬兒，所以我吃到肉下長的喎。
我希望做得保持安樣就好咧。不過，我到兩位當咱簽到學校，因為呢完全就係日常文化嘅衝擊啊！我冇帶朋友來，因為上片所唔係安利片，佢哋可能會知道該種嘅觀念當咱接受。兩下呢，我要帶朋友來咧，佢哋當中意兩位哦。兩位嘅空間，佢哋知道當神奇。因為完全老日本嘅五個冇窮人，入到啲位度，你就會唔記得空間要結發，還有幾個開放。所以我嘅朋友入到啲位度都會學到。佢哋大部分還係大強作狀態，我知道啊，佢哋看到，我嘅熱愛與安樣嘅行動都知道當好，因為呢就係日常冒險嘛。規劃人青島一隻片段，特別係開貼，自己到搬到呢隻偏遠嘅土地過後，佢就完全係投入回發度。我當學自家實忙，我中意讓人群共下，不過我未中意安樣嘅電池。我哋在創造嘅世界，天朝嘅靠自家來面對歲月，違反當道嘅錯誤，冇嘅話做唔出自家愛嘅東西。我其實係中意呢種好騙人嘅地方，第一擺來到呢位不愛為講，因為感覺從到本人看顯讓，唔過我哋係唔會講咧，知道當好。我意思講，我認為我當閒人，要按用奇妙嘅空間，對其中想法喊做的畫圖。佢都好受到榮小想法風格嘅大力鼓舞，啲下用身體海參嚟揮起物來創造環保藝術品。呢下我唔好看到海洋滿奶係塑膠，環境本嘅破壞咧，所有嘅生物本每都會受到呢一種嘅迫害，無能為力。你只係面到行到沙灘，看到垃圾，呢對我係當大嘅衝擊，因為行到呢位安靜嘅地方，發現到呢隻世界從我出世以來就滿奶係塑膠。我想呢做啲本人類來思考呢隻東西對哪位來。我好重複那種兩的東西，我係自然嘅東西，還有摸出假嘅方式，思想本是會維持本來嘅樣啊。你哋而來看一下呢隻建房嘅貨，像係了安泰隻寵物，佢就係了建房嘅特色，佢非常嘅樸實又真實，出租嘅磚頭和個白色嘅風毛內體內，係名人嘅生活空間，真舒適。我知道呢位景觀地圖。比隔壁嘅人，還係要加嘅味道。喺呢個世界嘅一角，人都當包容平安好嘅、老絲柔嘅。佢哋可能會唔好，不過佢哋唔會遲到唔送爽，呢係當新詞嘅。從14000年前嘅本土時代開始，四開島嘅景觀完全冇受影響。而你哋兩位不過短短嘅時間，我認為你總得高度開發兩隻素材。
一旦你高興，你真實是利用過這片土地，不過也冇傷害到佢，但係佢係一種願望，真實當難做到。咁樣講好咧，你知道佢係怪獸，也係棍呢？從呢啲事情，你應該盡量來做，盡量維護大自然。我想每個兩世界去到呢地方會當神奇，來個會到白鹿轉來。錯啊，事情改變咧，係啊，兩下兩位喊下長冇卡咧，我哋要當場愛落腳下來，上一個自家愛嘅想法，我差唔多唔會想到無個，想到好多嘅係我愛嘅想法。了有點危險，因為我哋唔知應用到底做啲麼。當然辦到了會發現啲啲想法冇人改，我認為世界多唔係本人為然，就係本人尋找。我想當然遇到呢種情形，對我哋來講，我真是需要當快樂。開提到呢天，榮泰9張年實現的是開到打造夢幻家人嘅夢想，建築簡單堅固如上千。開提日本人的愛論，打算愛用強一隻範本去實現呢幅規模下細到啊，唔過強容友善生態嘅項目幅。我哋會離開蘇格蘭嘅海順，去歐洲南邊嘅葡萄牙。我哋日見到友善生態嘅好花里干，好好嘅表現送。呢下顯示很下友善生態嘅度假措施。全世界嘅人為到係很下鋪下融合嘅原則，支持改造里干體驗嘅理念。為人下提供真正土質污染嘅感受。在歐洲南邊嘅葡萄牙，觀念嘅天使文化，做得自由自在的大自然當中生活，變做係最受歡迎嘅旅遊形體之一。在呢種形式嘅推動之下，呢種國家的過去經驗，漸漸鞏固友善環境理念，和工業式建築嘅新興建設。阿里阿斯圖水上里干，取得大西洋嘅海順，離里斯本北邊大概1點鐘嘅聖克魯斯圖卡村，佢取得60磅斤月嘅沙丘和個長木林之間。高級到和個不用碼頭，為到兩項計劃上出一家非常驚豔又熱情嘅建築，見到日本嘅5星級嘅飯店全冇強容。呢個任務應該未做得變現，鼓勵其他人嘅地方。每日有千萬嘅人期待里干，假使佢哋嘅體驗做得推量改變平常嘅行為，咁樣佢哋存下來嘅生命就做得變現融合行為嘅推動者，也係我哋愛嘅。因為我哋就係咁樣，也係我哋嘅生活方式。高級到的正式去同佢嘅里干夢想之前，為到簽到理想嘅海順土地，已經簽13年嘞。為到完善生態建設而用到嘅條件，你下來到最重要嘅細節，包括佢現在求助嘅農地，終於到呢一件廢棄嘅農場。確定就係呢，佢就得創造一隻真正符合景觀度理想嘅環境，讓辦建立一件對能源消耗完全脫別嘅里干，同時就得創造出插花嘅體驗，老母細繞嘅材料變做有創意嘅裝飾。高級佬嘅熱情，對葡萄牙提出提意見係典範嘅生態社福。我願意見鼓勵其他人係呢項計劃嘅動力，希望當伊做得本人客參與其中，參與咁樣嘅生產方式、老生活方式。
阿里亚试图甩手立竿，有一座露天燃气剧场。呢招现代建筑老顺后嘅自然环境显性对比，完全嚟隔离到。呢係一種切對現代嘅手法，融合條圈栽培嘅甜椒和個토마토嘅溫室。呢個係主人充分嘅信任當地嘅經驗，希望佢哋協助完善進步，就像係簽容人路諾和個安宅路，負責大部分嘅建築工作和個呢個特色嘅密碼細節。呢係一份冇把握嘅計劃，冇明確嘅範圍。從一開始就討論各種嘅主題，包括我哋討論有前途，做出當多決定，睇能建築進行出現當多改變，也確實係一大挑戰。我哋當然愛學習新嘅事物，包括我哋創造一份特殊嘅計劃，全葡萄牙簽到第二份。我哋使用最典型嘅技術，不過每一方面符合歷史嘅精神。我哋使用冇污染嘅產品，盡量講求天然。比如講，我哋會收當多嘅石鼓進來，我哋就會召集原來嘅溶液和個興道，留佢表面。歷史慢片會使用蜂木奶。葡萄牙嘅1世紀以前就使用呢項技術嚟，我哋要用全面嘅態度來看佢，因為有人應該都接到試驗團體嘅要求，想要用相同嘅概念來設計大家會所。因為新類狀況是嘅新樂、老創意，本材料少讓sen息嘅哲學，包括啲規則計劃留下記錄。我哋必須納入呢隻條件，使用材體材料，用其他嘅方式來做成。比如講，你哋咧會看到嘅所有木材係來自當地嘅傳統老紋飾，呢啲紋飾慢慢消失脫，換成現代鐵質紋飾。我哋利用呢隻機會抽提器材，又比較發展嘅天火、房間嘅甲板。3年建築期間出現當多想法，比如呢條木質葡萄，就係舊鐵路嘅積木，重新估價老維修嘅方法係強讓嘅。呢項生態理念佔台面，在未來決定會繼續流行。得了大興綜合建築地圖，有15間看海嘅建房，全部都有大重門。呢度舒適嘅空間，用大白嘅水泥做成嘅。呢項技術應用到葡萄牙阿聯體育體嘅傳統主策，為咗減少對於環境嘅衝擊，呢個嘅建材容量保持到最大嘅限度。其他嘅細節係求農體嘅專業石鼓全部回收，作為新建築嘅體積。提前一開始，呢個主人對容塑性就做出承諾，唔係本計劃無法度前進。我哋第5輩嘅陽台檔，有一條路直接通傳堂、吧台、一台櫃台，啲呢空間啲維度，你會發現呢個人使用嘅係綜合嘅材料，比如講玻璃、鐵、蜂木奶、木潮、木材，呢啲元素老大自然互通，火害強通。該位係建房嘅活動，佢哋係發展嘅活動，用本地物種做特色。我哋啲沙堆等待休息來嘅，從地活動，結果我哋嘅空間容易超權嘅自然環境。同時呢，呢一種工業嘅形式，做得穩定實物。呢係總結自然工業嘅效果。按用基地熱天是做得保持涼爽，未做得地冷天保持溫暖。地外後背有一隻推動能嘅天氣，用來提供我哋嘅熱水系統。地南岸一片，我哋沒有推動能，來提供我哋嘅天然系統。呢度設備就得提供呢個愛用到嘅天然料sau水，
另外两位有以水在利用装置，特张也收集100公升的水，作为发展的灌溉、偏疏和高水性建嘅用水。马界都上到咧，都当车圈也当酒托，比论个沃沙嘅工业，而用到大量嘅材体资源。原木、天然嘅生态材料，加起系材自己嘅寿命。为到人人极端嘅天气，唔用空调，也唔用中浪嚟暖气。电导系佢到设计一项天热嘅系统，佢做得起的难有地度嘅能源。呢张系统的冷天本建筑变到下稍暖，等热天电导本建筑变到下凉爽。为生态基金做嘅努力，日本旅馆当出名，改片嘅轻松气息也系太自家啲嘅。呢朝下来全世界人客来到呢位，近年来佢变做系正结婚嘅人嘅热门选题。我哋想簽明日度假旅館，簽了熱到地方。上嚟冇窮人唔限偏向路線，天天實實，就係我哋上嚟好好放鬆嘅地方。兩位親長當然咩，就係我哋上愛嘅。嘿，行落去就你看到，佢哋用水泥、搭配金屬、樹頭，全部結合作用下，各式各樣。呢一本渠道長遠撈大體通齊，感覺當好。行到了位就你看到植物。上面等嘅百里香，我背嘅植物。上喺度農場，佢就飲料本喺度啉解下，實實在在雜嘅泡好熱變到飲料地度，很神奇哦。係啊，我喺度開始會發現到，我喺度為看佢示威，撮樣香港。哦，我睇佢哋用呢一類做營業食物，佢哋用佢哋做先了解，喺我哋是了解其中嘅奧妙。阿里亚試圖說說，機器使用材體資源、回收、生態平衡、混合氣批發式的風格，講起冇聽過。呢項設計係高級老老馬塔嘅構思，佢兩沙時時係冇落過韓國亞洲理由，所以受到啟發。地度嘅狀況都充分嘅考慮到環境。呢件建房按照大體。用回收嘅材料，你就得看到改變嘅樹頭，和個建築嘅元素。佢裏面使用材體資源，譬如講呢條石頭，拋光嘅石頭，我哋用嚟上地牆面。呢位係水木嘅地方，我哋使用類似溫室嘅回收木材，我哋建築期間遇到一種拋風機，溫室受到破壞，風機讓所有嘅溫室摧毀。我哋敷衍讓雜個利用現場產出嘅建材，比如講呢條鋼筋，我哋用來做成民廠嘅罩棚。我哋使用地當地簽到嘅天然材料，做成做個電呢。呢隻建房表達了呢項融塑計劃嘅進行，呢係我當校嘅一件建房。我哋本呢條材料啟動了新嘅生命循環。呢係融塑發展嘅目標之一。一般材料係注定愛消失嘅，我哋就可利用本機新嘅生命。為到進一步推動呢項理念，大家件都係投資污染嘅，主要係用天然嘅材料來做裝飾。在旅館地圖，慢慢會都看得到古老嘅家具，本應講起嘅物品。遇到行現時嘅東西，包括呢隻鋼琴，係用古老嘅木質板條上來去做嘅；天棚等嘅雕像，係用現代木等嘅舊金屬板去做嘅，係冇幾啲下朝到垃圾場嘅。
呢件物係我唔朋友簽到嘅，係佢本愛嘅生日禮物，我哋持到當中意，所以決定搬轉來帶。呢位就像一座小天堂，當點錢，談唔到父權上市台上嘅聲音，呢就會環境當年輕，我哋當中意，生態環保當下人。呢係一棟現代建築，但係行落地圖，就像行入大自然中央，就得看到花園、沙灘、海水。而來過呢位就會想轉來，因為呢係一種環境嘅概念。大自然老工作人員都當友善，這係一種非常感人、非正式嘅接觸。呢係我中意呢位嘅人。所以正式當好，我感覺呢就係我轉來嘅好機會喲。恁阿們嘅旅館還係當面人，屋主、朋友和個人客全部都得火對順，本自然和個浪花撲打嘅聲音，和個音樂包圍人。E abraço e que beijo falam já meio a sonhar. Se o mundo deu nisto, bastou sorriso. E o que será se me falar? Sou a mariposa bela. 呢件根本已想唔到呢，呢度咧，很讚喎。我去到當歡喜，因為我到度假世界完全唔係想嘅安樣。不過第二位大日子，我都去到當放鬆，尤其係前幾日結婚以後，所有嘅壓力天然來，第二日日就非常嘅精彩咧。我都正經當注意係啊，我都哦。去到當滿足，然後看到跳架，看到佢當冷氣，又當放鬆，真是當了不起。But there's a full moon rising. Let's go dancing in the light. 除咗創造年輕嘅生態皮風光，高級老熱愛分享佢對自然和個故鄉嘅熱情。林天光退潮街下，新嘅綠色海水變做係為探菜嘅最好地點。應該嚟人口馬克容體以禮拜時間嘅旅館向大自然學習。我哋上去簽一張當貼片，地方唔大，唔過做得放鬆，咪做得啲旅館主人嘅熱情下共享空間，喺個這方面嘅傳統，長期每日共享食物落大地安樣。我想係講，因為上係安樣，要了解有到人客落大家人互通唔多，唔過相當都好，你做得有感應空間。不過，我哋發現旅館相當聲音，佢看起來唔係全部像安樣嘅旅館，不過盤在落其他方面下都採用當地產品來用熟食物。因為設計到嘅人們唔係像係全冇味道嘅超市食物，佢確實有寫到我哋。來呢位我哋去到當自然，真嘅啊！
除了马电海，做得通道海水嘅上瘾，命电两两界太西让海水，实在太浸咧。呢度十股当背，要动到当地體育嘅活動，談賽。呢係當地五面傳統嘅一部分，最尾係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嘅問題。個及路當校老人他講，讓扮演回歸自然本源，生態社會也提倡當地嘅永續發展。利用納島係阿里亞斯圖水所嘅住處，去年佢摘來，今年佢帶嚟愛到行業到地方嘅市場，本愛到去看佢平常時嘅行程。阿位做今年好冇？現下我想去看一下今年主盤外用嘅食材。老負責提供我哋食材嘅調價界面，我想你也幫助我哋喺大嘅地方建議，呢一點符合歷史哲學。我哋海外待了一段時間，呢度傳統市場到基本嘅行係順菜，構成葡萄牙文化嘅一部分，呢一點當重要。我想我哋試着尊重老保護機。唔是想，佢就係你最好嘅客戶，佢用當道嘅香草植物老香料，哦，當站嘅香草植物老香料，都了會有當難簽到啦。佢咪啲啊？啊，要上市哦，佢咪亂賣，啱時會老佢講，梗係乜嘅啊？了錯麼？我唔講哦，因為對佢嘅信行學得當多。連其他我唔了解嘅香草植物我都知哦，也係因為佢我未開始來種，也係攞咩？唔過佢嘅先生後生人教老人家，佢用掠到天然嘅產品，未拿到咧微量化合物嘅生物製品。喺我食嘅世界，我哋唔會睇到生物製品，冇是天然產品，冇人哋嘅污染地球。講直接落菜田農民合作持的農產品，也一個配入有機嘅青菜老果子，兩位冇用化學配也係除蟲劑，是有刺激嘅對配。今年嘅目標係本貴州嘅減少浪費氣，就算冇可能做到100%自主嘅管理，但以阿拉加巴用連傳統當然基本嘅卵、果子、青菜、香草嘅植物。對我來講，兩個理講沒有兩個傳染，兩點完全有道理。因為實際上，一隻健全嘅系統代表兩度嘅農作物係混合共生嘅，兩係依賴類似解嘅養分本嘅狀態。我並冇老兩種的兩位啊，兩係報銷。唔看處事做得到兩位來上等講，我係做兩隻，夾幾隻，咁樣我是做一隻一啲嘅雜物。啊！等等，佢哋做刺激眉頭，想講，你以後寫嘅我全部愛。對人客來講，佢哋來到咧，食到類似傳染嘅東西，我想咁樣做係情有意義嘅。兩位嘅價錢係每好嘅東西，唔係本人扛起來。佢乜嘅按到每好，乜嘅係正，呢啲我想你係從頭看到嘅問題，因為第你兩位價錢唔單淨係完全嘅真實，變成講真實嘅東西，完全蔬菜就係沙丘，又係完全海鮮淡海，其實係種上市本一吃到當間苦，差唔多係種炒人，但一得上嘅關係嘅，唔過做唔到，記住到嘅位，你係接受啊，還要吊一上。就是要解講啊，其實就係接受嘅為一切啦。對兩項嘅話，兩件理講來講，每項嘅定義就係接受嘅。
当站嘅係，你講佢5年以後達到呢隻目標，然後特建擺進來，發現你講很難容易自然，佢哋發現所有嘅變到很下好，得到呢種成果，真經特讚咧，本人感覺到當滿意，呢本嗌你想會得到很下多。除了呢份歡喜，我哋每一日都做得發現新嘅改善空間。我哋先講到大定這份目標，等於3萬做事。自阿里亞試圖隨作開張以來，佢發現到嘅人太難做，葡萄牙有其環境嘅優勢，到呢下有19件嘅生態細胞。呢個主人有前度嘅創意，最新嘅構想係滨海衝浪細胞嘅建築和個計劃，係完全符合生態原則。